来看南投县南投市呢是300年来头一届来举办三神战景，9月27、28要来举办。这嘛是白沙屯马呢头一届来到南投市，甲这先天上帝、高天仙女呢是共同来战景。因为南投市呢是全市总动员，要来招待来自全台湾的乡镇卡。 学生囡仔认真排练，为拜6礼拜2天南投市三神战景活动做准备。配合今年是蛇年，北京学校的学生嘛做花光20.2公尺，由日本军官照电市观光协会捐予南投的白蛇神桥。27、28白沙屯宫天宫妈祖是第一届驾临南投市，拍算甲上品领受天宫先天上帝、总寿宫、九天仙女共同战景。 跳台湾熊用心的给他看，他下次应该也更想要来南投。希望3位神明可以保佑那些花莲的灾民可以赶快重建家园，然后平安快乐。南投市公所人员认真摒扫整理凉水，南投市长讲地方 ADN 路设凉水甲点心站，也规划几哪位免费停车场，大个甲适宜的所在，也有爱心车、互无体力的乡镇卡随时会当上车。 募集800杯的饮料，100颗的馒头。很开心，白沙屯第一次来到南投，我们会跟朋友一起发送饮品跟点心。南投市公所甲着这南田书院共同来合作，准备5个大型的停车场，还佫有5位暗时会使休困的所在、西营区的所在南投市公所表示，地方真期待白沙屯妈祖到位，这也是真难得的三尊神明做回战景，邀请乡亲3工连假做回来南投市参加地方的宗教盛事。记者辛怡南投报道。